剛才我哋聆聽嘅第一篇讀經係舊約嘅以賽亞先知書嘅第56章，內容呢係講到當時嘅選民以色列民族，由於佢哋驚失去固有嘅以色列同埋宗教身份嘅認同，以色列人佢哋刻意咁同其他人隔離，同埋對外邦人有非常嚴謹嘅條例。其後，以色列人佢哋被充軍去到鄰近嘅巴比倫國，呢個係一個痛苦同埋寶貴嘅經驗。呢個經驗使到以色列人佢哋成熟咗啦，面對外邦民族文化嘅衝擊，佢哋意識到過去嘅偏見同埋太多嘅恐懼係毫無根據嘅。佢哋了解到外邦人本質並唔係壞，亦都唔係充滿邪惡。外邦人自己亦都可以培養出高尚嘅情操，對鄰里生活亦都要求好高嘅。當以色列人佢哋充軍返國之後，佢哋開始充滿住一種普世嘅思想，但係唔係所有嘅以色列人都係咁，特別係嗰啲嘅政治人物同埋宗教領袖，仲係繼續唔相信外邦人，對佢哋充滿住懷疑同埋感到恐懼。呢段時間就係今日我哋剛才聽第一篇讀經所描述嘅，係一個衝突同埋缺乏包容嘅時期，亦都係一個開放同埋整合嘅時期。喺今日嘅讀經當中所講嘅以賽亞先知，佢係一個從容不迫同埋公正嘅人。佢意識到要將人分類嘅圍牆已經失去咗意義，無論係邊一個民族、種族或者國家嘅人，大家都係天主嘅子女，而天主嘅許諾就係將會有日嗰啲外邦人亦都會朝拜天主同埋實踐上主嘅誡命，而且可以喺天主嘅聖殿裏邊向天主奉獻自己嘅祭品，高唱感恩歌。喺天主嘅屋企裏邊，冇人係外邦人，而聖殿係以色列人最為神聖嘅地方，亦都將會變成所有人嘅祈禱之所。最近有個信仰小團體，佢哋舉行一個會議嘅時候，大家討論一下點樣能夠喺生活當中展開福傳嘅工作。喺完之前，大家決定有個具體嘅行動，就係鼓勵成員喺一個星期之內主動同一個陌生人講嘢。一星期之後，佢哋大家坐低，大家分享一下。其中有位姊妹分享佢個人嘅經驗，佢話一個早上，佢留意到有個伯伯時時坐喺公園裏邊，好似好幽悶。於是咧，佢主動走埋去同阿伯講聲，佢話佢自己等緊人，但係嗰個人未到，好肚餓。阿伯，你可唔可以陪我去食啲嘢呢？阿伯就望一望佢，就陪佢去食肆嗰度。而呢位姊妹就叫多一份三文治俾呢個阿伯，問阿伯喺呢度公園有幾耐？阿伯回答話差唔多半年啦。見到呢個阿伯佢滿面都係流汗，姊妹遞第一條紙巾俾佢。當阿伯佢抹面嘅淚水同埋污糟之後，佢面上呈現係一幅感恩同埋喜樂嘅表情，因為原來好耐冇人嘗試俾佢呢一份關心嘅滋味。原來福傳其中一個具體嘅行動，就係要讓人感受到一份人間嘅溫暖同埋被尊重。雖然間係好少，但係可以令人好深刻嘅。今日我哋聆聽嘅係馬竇福音嘅第15章，講到初期教會嘅情況。喺當時嘅教友群中，佢有啲人問：救恩係屬於所有嘅人呢，還係只係屬於亞巴郎嘅子孫呢？於是就產生唔同嘅意見。一啲人爭論話福音只應該宣佈俾以色列人，另外有啲人嘅思想比較開放，佢哋相信福音係首先宣佈俾以色列人，但係外邦人亦都應該被接納喺天國嘅筵席當中。以色列人都係上主嘅受生者，但係唔係唯一嘅，其餘嘅人亦都可以係天主嘅子女。復活嘅基督嘅命令係好清楚嘅。佢話：你哋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並且以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為佢哋受洗，教訓佢哋遵守我所吩咐你哋嘅一切。
耶穌亦都用自己嘅具體行動清楚咁講明佢嘅救恩係屬於所有嘅人嘅。而今日嘅福音就係有關呢個主題嘅典型嘅描述。有一個人，一個外邦人，從提洛同埋漆冬嚟到耶穌跟前，佢大聲咁呼喊懇求醫好佢嘅女兒。呢一段嘅經文講呢個人係一個客納罕人。客納罕人係屬於當時以色列嘅敵人，係一個危險嘅民族。好多次佢哋引誘以色列人離開正統嘅信仰，而向呢個外邦人嘅巴爾神朝拜同埋奉獻禮品。耶穌嘅門徒因為佢哋受到好嚴格嘅猶太傳統嘅教育，按照佢哋所遵守嘅法律，佢哋唔能夠容忍呢種人厚顏無恥嘅請求，於是企圖阻止佢。因為呢個客納罕婦人嘅請求違反咗佢哋嘅規定，呢個對傳統係提出挑戰嘅。喺呢段嘅經文嘅結尾啟發我哋，耶穌話：女人，你嘅信德真係好大。呢個耶穌從未對任何以色列人講過讚美信德嘅話。依家所有嘅事情都好清楚。之前對外邦人嘅排擠同埋輕視，認為佢哋都係不潔嘅，以及對佢哋無禮嘅行為，喺呢段對話之後就顯得唔適合啦。耶穌願意門徒徹底咁改變佢哋對外邦人嘅態度同埋行為。耶穌俾佢哋指出咗佢哋自認為潔淨同埋神聖嘅思想係多麼滑稽同埋可笑嘅。所謂羊棧裏邊嘅羊，指牧羊人想召集嗰啲失散嘅人，而佢哋周圍嘅外邦人因住信德，亦都可以獲得天主嘅救恩。呢個信息為今日嘅教會亦都係合用嘅。教會被召叫係一個標記，喺教會之內有救恩，喺教會之外都可以有救恩，因為救恩嘅來源同埋基礎係嚟自耶穌基督。福音當中呢個客納罕婦人係一個異教徒，但係成為真正信徒嘅典範。佢知道自己冇嘢值得誇耀，但係佢相信耶穌同埋佢所講嘅話，相信耶穌可以讓佢得到救恩，因為佢呼求耶穌，最後佢亦都得到耶穌恩賜嘅禮物。上個星期我同屈浩強執事去咗赤柱監獄探望囚友。我哋去唔一定係探訪認識嘅囚友，可以話大部分嘅囚友我哋都未必認識。我哋只係主動同佢哋打招呼，讓佢哋如果佢哋願意想有人聆聽佢哋話，我哋會坐低聆聽佢哋，細心聽佢哋嘅心聲同埋祝福佢哋。其實每一個囚友都有自己嘅故事，每一個故事嘅內容都係生活上充滿住矛盾，人際關係出現咗衝突，甚至迷失咗。喺呢啲囚友個人嘅仇怨當中，佢哋心底其實係好需要被聆聽、被人接納、被人諒解同埋寬恕嘅。往往喺呢一對嘅探訪交談當中，佢哋得到主親自俾佢哋嘅平安同埋安慰。其中有一次有個囚友問我點解，我話我哋嚟其實都想探訪受苦同埋呢個孤單嘅耶穌基督，係探你哋。最後佢聽咗之後，佢好感動，佢自動跪低，叫我哋祝福佢哋。今日嘅聖經俾我哋兩個嘅好消息。第一，天主許諾將會有一日嗰啲外邦人亦都朝拜天主，同埋實踐天主愛嘅誡命，而且可以喺天主嘅聖殿裏邊向天主奉獻聖祭。真係喺天主嘅大家庭當中，冇人係屬於外邦人嘅。第二，教會嘅被召叫係一個希望嘅標記。喺教會之內有救恩，喺教會之外都可以有救恩，因為救恩嘅來源同埋基礎係嚟自耶穌基督。只要人相信耶穌同埋佢嘅話，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救恩。回應今日嘅讀經，讓我哋篤信天主嘅愛係大過一切，而天主願意所有嘅人都得到救恩。就讓我哋教友努力咁話俾其他親朋戚友聽，佢哋都係天主所愛嘅人，每一個人可以話都被天主祝福同埋天主保守嘅。
就願天主永受讚美。